2025年 Paper One 第15條啊 PNC probability 啊 permutation 嘅題目啦。咁咧佢就有8個白色嘅碟啊，4個紅色嘅碟啊，1個黑色嘅碟啦。咁咧跟住咧喺度咁多個碟入邊抽3個碟出嚟。OK， 首先嗱呢啲典型題目，哇呢條都幾淺嘅喎，應該識啦同學。Probability that colours of 3 pink strong are the same， 即係抽出嚟咧3個碟嘅顏色都一樣嘅。嗱咁首先咧你會睇到嘅，咁咧呢度咧有8個白色啦，4個紅色啦，1個黑色啊嘛。咁你喺呢度 total 13個入邊，你抽3個，會唔會抽到3個都黑色啊？唔會，因為佢得1個黑色啫嘛。咁所以基本上咧，抽3個一樣，一係3個都係白色，或者3個都係紅色啦。咁啊，逐個嚟咯，好簡單。分母所有可能性 total 13個，13個抽3個13C3，兩個分母都係第一個抽3個都係白色，所以8C3。第二個抽3個都係紅色，所以4C3，4個紅色抽3個紅色啊嘛要。跟住咧。兩個可能性加埋，所以30 over 143就 A part 個答案啦。好啦 ，B part 啦，跟住抽出嚟3個都要全部唔同顏色嘅。嗱，全部唔同顏色咧有咩可能性咧？你抽3個全部唔同顏色，呢度得3隻顏色。你抽3個要唔同顏色，咪即係每一個顏色要有一個咯，咁先可以3個唔同顏色噶嘛。你是但一個突2個出嚟都唔會3隻係唔同顏色啦。咁即係換句話講咧，一隻白色、一隻紅色、一隻黑色啦。咁咧好啦。分母都係13C3啦，13個抽3個。OK， 分子咁咧3個唔同顏色嘅碟，即係一個紅，講多次係一個白色、一個紅色、一個黑色。咁即係各要一個啦。咁你8個白色、4個紅色、1個黑色，每個抽一個咯。8C1、4C1、1C1乘埋去，分母13C3，撳計數機16 over 143，搞掂。哇！呢條會唔會太淺啊？So I say mass love you， 粗數歲月不艱苦，身邊滿布戰友，裝律詞做到歡呼，考試唔做大二注，挑機要入好 program， 準考證記住唔好出 course。So I say mass love you，BN 不嘅盡力高呼 ，MC 你唔係靠亂估，即使要含在廢水，每日。